咱来关心全世界的焦点，就是拜习会正式见面。美国总统拜登今仔日伫美国的 San Francisco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目前双方的会谈已经结束。根据媒体报道，两国同意恢复两国军队之间高层的往来。外国媒体嘛有报讲，美国的官员表示，习近平是甲拜登表示讲，台湾是美中关系当中上大嘛上有危险性的问题。习近平嘛有表达讲，中国也袂准备要大规模入侵台湾，不过伊嘛有讲，并无放弃用武力拍台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行落车，美国总统拜登来甲迎接，两人握手问好，五秒钟。尾两个人最终行向建筑物大门的头前，向镜头拍招呼。全世界拢伫咧注意的拜习会，10号伫咧美国旧金山一座历史正久的贝罗利庄园举行。伫咧开始4点钟的会谈进前，拜登再一遍重申中美之间的竞争袂当行向冲突。I value our conversation because I think it's paramount that you and I understand each other clearly, leader to leader, with no misconceptions or miscommunication. We have to ensure that competition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and we also have to manage it responsibly, that competition. 这是习近平伫咧让6年了，搁再一遍访问美国。美国方面随行的人员包括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加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等官员。习近平讲，12年前伊做副主席时阵，不接待迄当阵的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强调两个人之间的见面一直拢是坦诚、直接、有效。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解决不了中国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这个地球人的下一代的改变，我们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同类，这是客观现实。这场会谈将会谈到台海议题、南海问题、以哈冲突、俄战争加人权的议题。外界认为，伫咧拜习会结束了后，会当小可缓解两个国家之间伫咧军事冲突、芬太尼加人工智慧等方面的摩擦。不过，长期以来意见无同的情形是真歹解决。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